最近两岸的情势受到各界关注。国安局长蔡明安今仔日去立法院质询，针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治决议，是自从2018年以来明文写出对台湾要和平统一。蔡明安表示，中共对台湾的政策维持和平统一，台海局势嘛无搁严悬，不过嘛提醒大家，中共也是继续来对咱进行统战。局长早。局长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近期你睡得好吗？我从来没有想到睡觉的问题比专业问题还要难回答，因为我讲睡得好，好像我不重视台海紧张情势；我说我睡不好，好像说台海情势很紧张。好，有在睡觉。两岸情势紧张，日前讲部长邱国正家己讲暗时也困无好，国安局长蔡明安嘛有立委问讲暗时也困好无？因为中国两会正式闭幕通过政治决议，定调对台论述是和平统一。这嘛是2018年以来头一届用文字写出来。两岸政策上主要还是依照和平统一的路线，希望能够反独、促统、促融，跟反对外力的干涉。在习近平的一种强人主导的政治之下，两会的功能变成是行礼如仪。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情资来显示台海的紧张情势有持续的升高。最近金厦海域发生争议，引起关心。不过蔡明安表示，无看到台海局势紧张，也是异常的现象。请民众放心，因为国安局送立法院的报告分析讲，中国对台湾会继续用两鱼两手的策略来达到统战跟分化。所谓的和平统一的路线之上，那它对台湾的胁迫性有稍微再加强它的力度，所以我们个人把它称为是一种胁迫性的合同。所以它以后会加重这个，但它就是要让台湾社会有一些对于武统的想象空间或是恐惧，来达到它一个武力恫吓的目的。我们预判在520的前后，这样子的一个压拉的两手策略会持续的来进行。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，有果是川普甲拜登再度对决，蔡明安讲。因为美国两党拢把中国当作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，嘛支持深化台美关系。无论谁当选，美国友台制中的政策拢袂有伤大的改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